難以入睡，半夜易醒，瞓醒之後仲係好攰，成日頭痛、打喊路、流眼水，甚至周身骨痛。咁你就要注意呢3個醫學界嘅追蹤數據。加州大學研究發現，只要你一晚瞓唔夠6小時，人體裏邊專門殺滅癌細胞嘅免疫細胞活性即時暴跌7成。長期唔夠瞓，仲會導致大腦毒素瘋狂積聚，失智症風險飆升2倍。根據衛生署同埋中大醫學院最新人口推算調查，喺65歲以上嘅長者之中，每10個人就有1個患上失智症，而85歲以上更係每3個人就有1位。喺香港，每日平均約60至70位長者步入失智症階段。失智症可以慢慢偷走一個人嘅記憶、尊嚴，甚至拆散一個原本幸福嘅家庭。長期發噩夢、扎醒、淺睡、易醒嘅人，患上急性心臟病、腦中風、爆血管嘅風險增加近5成。大家有冇聽過身邊人突然中風、爆血管死亡？又或者心臟血管閉塞，需要開刀做手術？當心血管塞咗，做手術有保險賠梗係好，但係唔少救唔返，保險賠償只係能夠俾到家人一個保障，未必能夠救到你嘅。若果由今日開始保養你嘅身心健康，活得更加健康自在，對你對家人都係同樣重要嘅，係咪？真正最高回報唔係事後嘅金錢賠償，而係事前嘅睡眠修復。究竟何謂優質睡眠呢？宇宙有道，根據《黃帝內經》嘅智慧同我20年身心靈療癒嘅觀察，成年人每晚10點左右上床，11點前瞓着，一覺瞓天光，有7至9個小時嘅睡眠就稱為優質睡眠啦。晚上11點到凌晨3點係大腦深層清潔同神經系統修復嘅最關鍵時期。如果唔係，就好似洗衣機程序未完就強行熄機、開機門攞衫着咁樣，個腦就好似左邊嗰個腦充滿住代謝廢物，長期累積會導致增加失智症風險。好多企業精英平時同我講得最多嘅一句話就係：Amanda， 我公司大把嘢做啊，我每晚瞓少2個鐘，我就可以賺多2個鐘錢。咁究竟係真係賺咗啊，定係蝕到入心？大家睇下右邊嗰個腦，深睡狀態嘅時候，腦脊髓液可以幫助清理嗰啲代謝廢物，分分鐘可以健康、頭腦靈活咁活多幾十年。如果夾硬加班，咁就可能會得不償失啦。最近有位朋友同我講：Amanda， 我其實都好想早啲瞓，見到張床我就開始擔心，驚瞓唔着。一瞓落去，個腦就好似停唔到咁，不斷諗嘢，好多思緒，成個人都好繃緊，好唔容易瞓着。凌晨2、3點左右又會自動扎醒。呢一種淺睡易醒、大腦熄唔到機嘅狀態，你賺到嗰啲唔係時間啊，而係向生命借緊貴利。失眠其實係神經系統已經響晒警報，你選擇晏餐，心諗等遲下會自然修復啩。今日我作為註冊催眠治療師同睡眠修復專家，我想話俾大家聽，長期失眠未必會自然修復到嘅。又有學員同我講：Amanda， 我買咗3個唔同嘅枕頭，食一啲相關嘅 supplement， 聽嗰啲網上嘅冥想音樂，但係點解都仲係瞓唔到嘅？識得揀有效嘅方法非常之重要，透過根源覺醒課程往內轉化，先至能夠真正守護你嘅生命。大家睇下左手邊嗰張能量大廈圖，睇下自己而家身處喺邊一層樓。大家都喺度追求事業成就、金錢財富、幸福家庭。只要你嘅能量狀態處於地面以上嘅高能量修復區，包括理性、喜悅同埋和平，呢一啲嘅狀態都能夠輕鬆咁幫你顯化豐盛嘅現實。但係殘酷嘅真相係，
好多好努力求存、追求成功嘅人，每晚其實係置身喺地面以下嘅地牢生存區。一瞓落床，意識就跌咗落去黑暗嘅密室，充滿恐懼、焦慮，內心思緒混亂，放唔低拼命競爭嘅心態，執住某個人、某件事，焦慮不安，困喺地牢入邊不見天日。呢一啲狀況都會令人難以入睡，又或者出現各種失眠困擾。咁點先至可以由地牢生存區搭 lift 上返去地面以上嘅高能量修復區？試諗下，每個人都有一個寶藏，你可能唔記得將佢放咗喺邊。透過根源覺醒課程，我可以陪你搭 lift 去揾，睇下你收埋咗乜嘢寶藏喺邊度。你仲可以親自為自己轉化提升。時間關係，我抽咗其中2位學員分享佢哋成功轉化嘅喜悅，但係抱歉，背景聲音咧係有啲嘈嘅。最主要咧，其實我覺得就係好夜瞓嘅，同埋咧瞓覺嘅時候咧，我基本上每2個鐘就會起身一次噶啦，同埋日頭係好眼瞓嘅。呢個狀況維持咗幾耐啊？10年8年呢啲時間。咁你覺得對於你個記憶嘅能力有冇啲咩嘅影響？哎呀，記憶能力真係每況愈下，真係好差㗎記憶。呢幾年，特別呢幾年咧係好明顯好差嘅。而家由1點瞓到7、8點咁樣咯，咁變咗8點20分鬧鐘已經可以彈起身。哇！即刻好有動力咁去做你今日要做嘅嘢。係啦，個改變都幾大嘅。都有應該超過20年嘅長時間嘅失眠。咁如果瞓唔到，你覺得最困擾你嘅係啲咩呢？唔知做咩咯，因為你有時你埋喺床嗰度你就眼光光噶啦嘛。然後第2日呢？第2日有咩反應嘅？對，好辛苦咯，個頭又個頭重重啊，你又諗唔到嘢啊，同埋個皮膚又唔好啦，又會冇光澤啦，好乾燥，同埋好快老咯個人會，我覺得。咁啊，我覺得呢個問題要解決啦。嗰晚做完咧，其實10點幾已經瞓，係我話好似點樣撳個掣咁樣，我眼瞓咁我瞓咗啦，咁我覺得好開心呢件事。呢個你經歷咗20年嘅困擾，由你自己去親自去幫自己，你覺得佢係咩嘅療法呢？你可以話好神奇嘅，咁但係又好似係好自然嘅一件事，因為其實都係透過啲對話去令你有啲畫面出現，而呢啲畫面咧係令你好似揾到個答案咁樣咯。咁成個過程覺得好自然、好舒服嘅，我真係未試過係可以咁快瞓得着嘅。瞓到覺嗰個困擾咧係冇咗嘅，係即時冇咗嘅。咁啊，可能對比翻我膚色啊，可能你睇翻，可能我過1、2個月嗰啲，可能未有個明顯變化喺度。咁我覺得好開心呢件事，因為係估唔到咁易達到嘅。對你個家庭有冇影響？係啊，對家庭有咯。咁我好簡單，人輕鬆咗，對小朋友又會多啲耐性嘅喎，係即係會笑容多啲，我攬佢多啲。即係可能之前你瞓唔夠，其實梗係好掹陣，你可能好少嘢就會觸發到你會唔開心，咁其實就會令到成屋企人都會唔開心。咁所以其實好多嘢係由自己解決咗開始啦，同埋可以放鬆啲或者放心去接受一啲唔同嘅方法去俾自己啦，因為有時可能就咁簡單1個鐘頭就解決咗我10幾20年嗰個問題，我真係未試過係可以咁快瞓得着嘅。因為如果我早啲認識你，可能我好快其實已經成件事都會唔同晒，成個人生都會唔同啦。即係瞓覺好影響㗎，佢有冇得叉夠電，有冇能量去面對嚟緊嘅嘢咧，真係好緊要嗰啲。你都想每日叉夠電，皮膚變翻靚，身材回復苗條？你想改善各種關係，活得更幸福，吸引豐盛高頻嘅人事物出現？馬上預約1對1網上諮詢，幫自己人生再升級。正如2位學員嘅分享，瞓得好真係最有價值嘅投資。你會擁有最高維度嘅決策力同創意直覺，賺錢越嚟越冇難度。更高嘅內在能量狀態，就好似你搭 lift 上多幾層樓，見到嘅風景、接觸到嘅人事物都完全唔一樣，業績自然俾你吸引過嚟。你會獲得內心平靜，更能夠守護你最愛嘅家人。為大家介紹根源覺醒睡眠修復課程，快速協助你揾出引致失眠嘅各種原因，並親自進行轉化修復，一覺瞓天光，人生從此唔一樣。
我仲想帶出一個重點，睡眠從來唔係你一個人嘅事，佢係一個家庭整體嘅事。大家都唔想用你嘅失眠去剝奪你最愛嘅人嘅健康㗎。當你心無掛礙，你同你嘅家人先至會有覺好瞓。我係註冊催眠治療師 Amanda Chow， 根源覺醒睡眠修復嘅創辦人。我嘅使命係透過催眠治療同神經調節，幫助每位想熄機又唔知點做嘅專業精英同老闆，由內而外調整能量狀態。想有覺好瞓、事業成功、幸福健康嘅大家，歡迎同我預約一次1對1網上諮詢。分享到最後，無論你今日身處喺邊一層樓，你都有能力為自己不斷提升至更高嘅樓層，睇見更遠大、更美好嘅風景，喺更高能量嘅維度遇見更好嘅自己。瞓得好就係人生最有價值、最高回報嘅投資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啲啟發，歡迎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， 同埋分享俾你身邊有需要嘅朋友。我係 Amanda， 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